后来乡亲啊，讲这个清明连假的火车票抢甲真凶哦！昨暝晚12点开始来卖，讲同一个时间，上济有16万人做伙咧抢票。开始卖票的第一分钟，就卖出将近13万张。有不少热门时段的自强号的火车票，拢已经互订买了咯。要毋过，若是住伫咧花莲，或者是伫咧花莲咧总会的朋友，还阁有机会。25号会阁来卖台北直达花莲的自强号的回乡的专车，总共有4个车班。花莲车站真侪人出入，清明连假车票今仔开始卖。虽然4月初3到初8之间，台铁已经加开252万的加班车，不少热门的时段车票已经拢被订完。瞬间的进线量上悬的时阵，有16多万人同时抢票。开卖第一分钟就卖出12万7千张票，平均每一秒卖出2126张。晚上车票还可以，12点就要订了，我一订就有。台铁嘛提醒民众一定爱伫取票时间内赶紧去退票，若无抢到的票，就爱留予别人。3月22号上午9点会重新释出没有预期未取票的，会再提供给民众来订票。为了方便花莲的民众回乡，花莲县政府嘛有另外提供4班的专车，25日中昼开放订票。只要户籍或者是工作地点伫花莲，或者是身份证 U 开头的民众，拢会当购买。希望大家拢会当伫咧春假安心回去。